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宋景哦。歡迎收看嘅禮拜一客家新聞雜誌。大家引來研究性別平等嘅觀念，改到客家種族開始跳脱傳統，對種族嘅知識做出改變。而今日從事家族什麼嘢嘅 TV 團權益，仲係針對無家人，也係離人嘅什麼嘢個性呢？喺公堂按古鋪排，專業業做塔入到，討厭新務知識公有方言老原有種族。如睇民國82年嘅時節，因為時代行到安尼嘅，而來推動呢條做法。雖然睇風調女就受到幾多人嘅反對，我大表係19年，總算係團性別平權，可是睇生命理想度項做到。1808年3月31日，知識公業桃園市羅元玉叫到羅武義總統，先出嚟良辰吉時，準備要將槍子控下體，基神塔嘅骨灰壇行過檢到案，搶幾多主塔批。塔有分兩種，佢哋看到呢邊上係主塔、台塔，喺嗰邊上其實按照站錯塔，站錯塔，然後台塔兩種冇空檔，台塔因為開塔看熱到，要熱到讓佢開。所以講，家屬係講，要嗰度骨灰壇落來，贊助他，隨時就提供佢表。因為睇塔每當年都有開，故所睇下期間過10年嘅骨灰壇行過檢到案，因為簽字控下睇基神塔，我哋都有今日吉時張做的進檢入主塔。今天就是送阿婆入主塔，對，就是從這邊移到主塔這樣。因為過年的時候有回來拜拜。然後就有在講，長輩們有說，月底3月月底要移塔，然後後面前幾天家裡也有收到信。好了，我們羅家人先好，來，我們3拜，好，來1拜，再拜，3拜，好來。9點10分吉時一到，家屬就拿地香同王先生講，我入主塔辦新屋嘅。你講緊確實搶落去嘛哈，咁樣講，因為你的哭了，特別是哭了是要書面，學名叫寄放了，哈，站錯了。慎重尊嚴，過時以後入塔有人拜，對男性來講係唔是假講嘅，不過對客家女性實係有條件嘅。比如講，家族當中家人後離婚咧，也係無家人咧，女性就會搶到在堂去。傳統上對阿姑老含心口啊，佢啲創造不卡，思想為要競爭，所以要按婆媳問題，阿姑也要遷到啲歷史嘅報復。因對阿姑是講遷為少尉，嗰陣時講係頭啦，摩天窗係安嘅啦。咁個所以阿姑係落塔，道理講阿姑係唔要，佢是準備係結婚嫁出去，啊，佢係落塔是冇人東西。不過，睇到時代變化，受到性別平等多年成家也對性觀念嘅影響，客家社會對種族祭典冇就係民俗攏有嘅改變，慢慢咧開始從事家族五線嘅 TV 韓國權益。其實工業對冇有以前是從事咗五線個民業塔嘅，但因為呢台灣嘅社會對啲冇有冇嫁冇結婚嘅，常常就對，有時要實地張落古坡塔，本來就冇結婚嘅，冇嫁出去嘅。就係講，佢要結婚就離婚，係佢要共有先分享上老嘅資源，人家古坡塔就可以提供俾佢落塔。希望古坡入塔副處長羅嘉蓮喺叫到羅武家族當中最先提出建議，不過3本總批馬到不了，推動一定困難。最早還是70幾年，屏東也有一家，我在那邊旅遊的時候看到的啦。古坡塔年來有民國89年，還有去虎口莊屋參觀呢個古坡塔，轉到係世界上研究講古坡塔，結果嗰下反對已經非常多，時代慢行落嚟為古坡落塔，要經過千多嘅討論，就非常之反對。咁個後來是因為法律技術工業條例有些青年出現10項之後，是個他想講就快啲，因為政府就規定
社会做咧基线排下圈，所以咱古堡塔人冇办法唔实力嘅，和江西人开放去做咧落塔。所讲嘅派下圈就是由技师工业所修嘅派下盐嘅权利，也就是过世以后要由种出嘅人来拜。因为法律嘅经济，什么做得技师派下圈，故所叫到萝卜推动古堡入塔就有立场嘅。安迪亚也是经过很多的那个世代的交替哈，老一辈不能接受，比我年纪大的话他都不能接受，比我年纪小的话他们很赞成啊，就当转型讲你要做跑当好，你要当什么嘢摸嘎以后就，毕竟大家会度过的时期嘛，所以他们我突然客气一些，甲施工啊都当为马英。都马英讲，你俩你后生人咯，全部冇照顾起来啦。天天时代手法虽然是只做到的人唔平等，唔过啥影响到的，技师工业原来迄摆倾向更注重的做法。开放古堡塔的落塔，唔係講因法律開放，其實還有傳統習俗嘅問題，傳統人反對，冇要做在技術下的排下圈，不過對嗰啲技術工業。底下喺行政上造成非常嘅大嘅困擾，點樣困擾？因為唔係本省人，佢社會加出來，佢上平人嘅上，佢係至於現場落來，你係開放俾落來。民國100年叫到羅浮嘅古堡，仲算做地入塔嘅，羅浮前面落妹3-4就冇睇咧。一直以來，佢最少嘅就係喊拜嘅落妹俾冇人拜，一下仲算有好安心嘅。佢做嘅3-4歲嘅逢生日後啊。是爸爸媽媽去拜，都係要較大啊，從到一推爸爸媽媽去拜，所以當時通過呢個古堡塔嘅時間，體個戰士天主嘅時間，後邊嘅超出唔是拜，後邊嘅所有嘅奉獻嘅人，大家都會向阿拜，所以拜古堡來拜阿古。105年叫到羅浮，要有行下先進嘅做法。古堡除咗做地入主塔，還做地入公塔，有排位，喊拜就唔是少冇人拜嘅。105年時間，我想大家講要要牌子才有紀念性啦因為你西頭香港人講，所以我們寫文人來講還是要有一個牌位大家是同祖先啦。偏繞一句話，做咩講寫文人說一定要是個在堂，也要在堂去啊。時代改變，韓國兩性平權的觀念越來越普遍，身體種出技師的 TV 沒有嘅改變。過時的人總算做得落入規矩，財神呢就做得有好安心，唔是掛掉嘅。莫講佢喊拜落又冇位數，標又冇乜嘅。唉，佢喊拜佢自己嗰種嘅，自己去打算咯。講是安尼講啦，就是會少。當然唔會啊，做事太嚴咧唔會少。